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您保守眷顾我们经过1个礼拜之久，让我们在此刻用渴慕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要敬拜你，与你亲近。求主与我们同在，保守眷顾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充满渴慕，来迎接你所要赏赐给我们的恩典。主啊，我们今天在礼拜当中，也要透过圣餐再一次与你同桌。求你透过这个圣餐的记号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跟你有圣洁的交通，并且领受您大能的恩典，再次激励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你的圣名。主啊，我们也恳求您跟今天礼拜当中服侍的众同工同在，赐福保守眷顾，不论是带领敬拜、诗情或是诗会传讲信息，主你都与这些同工同在，看顾我们手所做的工，让我们借着敬拜，让你的名得着荣耀。我们也将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国家全然交托仰望，求主赐福保守，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当我们软弱彷徨的时候，你知道谁是我们的帮助吗？耶稣。当我们在黑暗中困苦中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盼望是谁呢？耶稣。当我们大声呼喊赞美的时候，你知道耶稣就会与我们同在吗？让我们一同站立，一起开口来赞美他，一起来呼喊耶稣是我们的盼望。有一位真神，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再从头来一次。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呼喊耶稣是我们的盼望，耶稣是盼望，耶稣是盼望，耶稣是我们一切的答案，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我们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命，一起拍手，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耶稣是我的盼望，耶稣是永恒唯一，耶稣是我们的盼望，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哈利路亚，感谢主，你是我们唯一的盼望，是我们所有问题的答案。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心是定睛在你的十字架上。求你帮助我们，让你的信心是定睛在你的恩典中。主啊，求你让我们在定睛的十字架是那个你为了我们而背起的，唯有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唯有你在我的生命中，你赐给了我新的生命，你的宝血洗净我，恢复我心深处，我要永远宣扬你作为，你赐给了我新的盼望，你奇妙能力医治了我，我愿意献上我的灵，单单归于你，因耶
你是我的一切。主啊，因为你的十架，因你的十架，我活着；因你的十架，我得胜；因你大能掌权释放，你奇妙作为在我生命中。因你的十架，我活着；因你的十架，我得胜；因你大能掌权释放，你奇妙作为运行在我的生命中。唯有你是在我们的生命中，唯有你在我的生命中，你赐给了我新的生命，你的宝血洗净我，恢复我心深处，我要永远宣扬你作为。你赐给我。你赐给了我新的盼望，你奇妙的你医治了我，我愿意献上我的灵，单单归于你，因耶稣你是我的一切。好不好？让我们一起举起手来。因你的十架，我活着；因你的十架，我得胜；因你大能掌权释放，你奇妙作为在我生命中。因你的十架，我活着；因你的十架，我得胜；因你大能掌权释放，你奇妙作为运行在我的生命中。这次我们把手放在我们心上，再唱一次。因你的十架，我活着；因你的十架，因你的十架，我得胜；因你大能掌权释放，你奇妙作为在我生命中。因你的十架，我活着；因你的十架，我得胜；因你大能掌权释放，你奇妙作为运行在我的生命中。亲爱的主，因着你的十架，我们得以释放；因着你的十架，我们的罪才被洗净，得到新的生命。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清洁的心，紧紧地跟随你。我们现在要在这边一起开口来说：我愿意，我愿这一生更像你，就与我同行。哦，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灵，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
听你，我愿这一生更像你，求与我同行，我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灵，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我愿这一生更像你，求与我同行，我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灵，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主啊，现在这段时间，我们要向你来开口说话。主啊，我们愿意一生跟随你。我们在今天的礼拜上，我们就要这样说：我们要紧紧的跟随你。求你赐给我们一颗坚定的心，一颗清洁的心，好让我们可以这样一生一世都在你的道路上。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是的，主，感谢你，主，求你再次坚定我们的心，清洁的心，让我们可以在这个道路上持续的向你迈进。我们求你在你的世界，不再曾给我失望心，你的日子，我们就更坚定的跟随你。是的，主，感谢你，是的，我愿意一生来跟随你。我愿这一生更像你，求与我同行，我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灵，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我们再向上帝说，我愿这一生更像你，求与我同行，我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灵，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主啊，孩子们今天在这里聚集来敬拜你，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面。主，你是我们黑暗中的亮光，患难中的帮助，狂风暴雨遇到你都要平静。在这个复活节期的时候，我们要再一次的来思考我们生命的意义。因着你的十架，我们才能得医治，才能得释放。我们没有太多可以回报给你，只好单单将我们自己献上，为你所用。我们的祷告不完全，要用你教我们的主祷文一起开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777敬拜团用美妙歌声来赞美神，荣耀主的名。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今天有2处经文，
第一处经文记载在旧约圣经列王记上19章19到21节，现代中文译本430页，列王记上19章19到21节。以利亚离开那里，找到了沙法的儿子以利沙。以利沙正赶着一对牛在耕田，还有11对牛在他前面，他赶的是最后的一对。以利亚脱下外袍披在以利沙身上，于是以利沙离开他的牛去追以利亚，说：“等我向父母亲吻别了，然后就跟你走。”以利亚说：“好吧，你回去，我不阻止你。”以利沙就回去，把他的一对牛宰了，把2当柴烧，煮了肉。他把肉分给大家，他们都吃了。然后以利沙去跟从以利亚，做他的助手。第二处经文记载在旧约圣经列王记下第2章9到12节，现代中文译本439页。列王记下第2章9到12节。他们过河后，以利亚问以利沙：“我被接去以前，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以利沙说：“请把你的能力加倍给我，使我成为你的继承人。”以利亚说：“那是很难答应的要求。不过，如果你看见我被接去，你就会得着；否则，你就得不着。”他们一面走一面谈，忽然一辆火马拉着的火焰车来到他们中间。以利亚在一阵旋风中被接到天上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呼喊：“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坚强的保护者啊！”以利沙从此不再看见以利亚。以利沙悲伤地把自己的衣服撕成2半。愿上帝赐福听他话语的人，愿荣光及赞美归主的圣名。今天传讲信息是我们主任牧师蔡正道牧师，他的题目是圣经人物系列第56讲，以利沙第1讲，蒙召的学徒。以利沙第1讲，蒙召的学徒。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一位先知，他叫做以利沙。我们先前讲过以利亚，以利沙是接续以利亚来做先知，是上帝亲自呼召的门徒。我们要透过他的生命故事来学习一些对于我们生命有帮助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利用几个礼拜的时间来看以利沙的生命故事。在领受上帝的话语之前，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恳求你与我们同在，赐下你的智慧在我们当中，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语，并且赐下信心，让我们照着你的话语来做，来荣耀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如果提到旧约当中的先知，大概最出名的就是以利亚。事实上，以利亚就是先知的代表。我们上个礼拜，牧师有跟大家分享过以利亚跟异教850个先知去征战，在加密山征战的故事。那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就会发现，以利亚虽然战胜了，但是却引起王后耶洗别的非常大的愤怒，所以他就开始要逼迫以利亚。以利亚心里就害怕，充满恐惧，充满挣扎。他从信仰的高峰跌到了谷底，但这个时候，上帝却在何烈山上帮助他重新可以站立起来，并且上帝让他继续完成他先知的使命。那有关于这个部分，牧师在2018年的时候，2018年的时候，曾经跟大家分享2讲的爱在灵性低潮时，就是在1月份的最后1个礼拜跟2月份的第1个礼拜。大家如果忘记了，大家可以回去复习一下。那有关于以利亚内心的恐惧跟挣扎。那以利亚他是一个平常人，但是他却靠着上帝给他的力量，成就不可思议的事。
而以利亚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他带领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徒弟，叫做以利沙。以利沙承接他的工作，带给当时代的人极大的祝福。那我们来看一看以利沙的生命故事。上回牧师跟大家分享以利亚最后一讲的时候，曾经提到，当以利亚逃到何烈山上，躲在山洞的时候，上帝对他显现，对他说，要求以利亚去做3件事情。我们来复习一下哈。上帝告诉他说，你要做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从原路回到大马士革附近的旷野，然后进城去高利哈薛做叙利亚王，然后高利宁氏的儿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又要高利以利沙来接替你做先知。上帝交代他3件事情，但是事实上如果你仔细看圣经，以利亚只完成1件事情，就是最后1件事情，他高利以利沙做先知来接续他。另外前面2件事情都是以利沙来完成的，所以我们可以明白说，其实他们的这对师徒他们接续的很好，他完成以利亚所没有完成的工作。以利沙是以利亚的学生，那在他生命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个非常重要的特质，这是一个学生跟随师父的重要特质。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的学生，所以我们也要学习这样的精神来跟随耶稣基督。牧师今天要分3个方面跟大家分享，我们仔细的来领受。好，首先第一个我们看到一个蒙召的学徒他事实上要有破釜沉舟的决心。破釜沉舟的决心。圣经当中说以利亚离开那里，他找到了沙法的儿子以利沙。这时候以利沙正赶着1对牛在耕田，那他前面还有11对牛，他赶的是最后1对。那以利亚这时候就脱下他的外袍，披在以利沙的身上。那从这段记述当中我们可以明白，以利沙原本是一个农夫，但是他是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圣经当中说他有12对牛，他有田地，这个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产业。那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后来我发现他家中还有仆人，可见他的家庭的经济状况还不错。但是他不是一个懒惰的少爷了，他自己谦卑又勤劳的耕作。所以以利亚在呼召以利沙的时候，他正在工作当中。当以利亚把他的外衣搭在他身上，用这种象征性的举动来表示要把先知的职分传给他，呼召他做先知。那我们来看看以利沙的反应是什么。以利沙当时候看到以利亚，他知道这个人是他生命的导师，所以他就离开他的牛去追以利亚，对他说，等我向父母亲吻别了，然后就跟你走。以利亚就说，好吧，你回去，我不阻止你。可是如果你看现在中文译本还有一个刮胡的部分，他这样说，去吧，可是要回来，因为我刚才向你做的是很重要的事。他刚才对他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上帝要透过这样的一个举动来呼召他接续以利亚做先知。结果以利沙回去之后，就把他的牛宰了，就是他耕作的牛把它宰了，并且把那个轭当作柴来烧，煮了肉分给大家吃。大家吃了之后，他就去跟从以利亚做他的助手。所以他立刻跑回家，把耕地之牛宰了，又烧毁这个农具，表示怎样？他做先知门徒永远不后悔，不会再走回头路，不会再回去耕田了。这就是破釜沉舟的决心。他没有为自己留后路，也不会再走回头路。这是一个蒙召的人需要做的回应。
我们跟随耶稣基督也是这样，我们是永永远远的跟随，要有破釜沉舟的决心。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人摆设一个宴席，他邀请了许多客人，当一切都准备好了，结果他就请仆人去邀请他们，结果他们一开始一个一个都推辞。头一个说：“我刚买了一块地皮，不能不去看看，所以请原谅我，我不能去。”另外一个说：“我刚买了5对牛，刚要去试一试，要试用一下，请原谅我，我不能奉陪。”另外一个又说：“我才结婚，实在无法分身。”就仆人邀请这个原本已经设定了好了邀请的名单，结果这些人都拒绝了，这主人就非常非常恼怒，他就对仆人说：“赶快出去，把大街小巷里面贫穷的、残疾的、失明的、跛脚的都带来。”然后仆人又说：“还有很多空位了。”他说：“你赶快出去，去强拉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但是先前邀请的那些人，绝不能享受我的宴席。”事实上，耶稣说这个比喻是在讲上帝国的宴席。有很多人因为自己的私事，拒绝了上帝国的宴席。在这个比喻当中，我们看到这些人都讲了很多充分的理由，但是事实上都有一些漏洞。一个人要去买地，如果我们今天要去买一块地，或是买一个房子，你怎么可能不先去看一看就决定了呢？要买耕作的器具5对牛，你也不可能不先试用一下，因为这是一笔产业啊，你会试用一下才去买嘛。那另外一个人是因为结婚的缘故无法分身，但是这些人虽然当中有漏洞，事实上他们都说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所以在这个比喻当中，我们发现阻挡人的不能进入上帝国的事不一定是坏事。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不太可能做很坏的事啊，但是我们常常因为一些次好的事而阻碍我们去领受那个上好的福分。我们人生当中最大的悲剧就是次好的拦阻了那个上好的。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很容易忙碌于现实的事情，而忘记了永恒的事。你一个人努力打拼自己的事业，当然很好，但是如果一直追求事业的成就，却忽略了要跟上帝亲近，忽略了自己重要的家人，那就不好了。如果一个学生，我们在座有很多学生，你努力用功，这当然是很好。但是如果你因为为了要用功读书，忘了要敬拜神，忽略了身边的朋友、同学、家人，这样就不好了。我们有时候常常会忙于人生的规划跟管理，却忘却生命当中本身最重要的意义跟目的。所以耶稣提醒我们，不要为了那个次好的而放弃上好的。什么是上好的？就是去领受上帝要给我们的福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牧师在这边其实不是跟大家讲说我们要把自己的工作都辞去，都去读神学院，不要工作了。在这边讲不是这样。上帝的国度也不是要求每一个人都做专职的传道者，这边是讲一种态度，一种奉献的态度。如果有一个事物、一个东西会阻碍我们来赢得上帝要给我们的奖赏，我们就要把它抛在后面。要怎么做到呢？事实上，耶稣有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来看耶稣怎么跟随他的门徒说。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在这边，耶稣告诉他的门徒3件事情，也是3个步骤，来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破釜沉舟的决心。首先，第一个就是要舍己，舍弃自己。舍己的意思，台语的圣经翻译的很好，叫做看不自己啦，没有看见自己，没有看见自己的需要，那要
看上帝的需要，看别人的需要。一个人就是不要去专注自己的需要，不会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去争取，而是把专注力看在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就照着上帝的计划、上帝的心意去做，这是舍弃自己。如果你愿意舍弃自己，你就走出了第一步。那第二步呢？第二步就是背起十字架。当一个人没有看见自己的需要，他看见上帝的需要的时候，他就会知道上帝要求我们在生命当中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使命是什么。那这个使命就是我们的十字架，我们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愿意为上帝呼召我们的责任来牺牲。路加福音书的作者说得更彻底，他在这个命令当中加上几个字，他说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意思就是说，为上帝牺牲不是一时的，不是短时间的，不是一时的血气，而是持续的。那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责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之后，我们还有一个典范，就是耶稣基督走在我们的前面。我们必须要完全顺服耶稣基督，看着他的脚踪，照着他的脚踪来行。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不断的跟从我们的领袖，让我们在思想、在言语、在行为上不断的顺服耶稣基督。如果我们可以开始舍弃自己，不看自己，看见上帝的需要，可以知道自己的责任，负担自己的责任，承接使命，我们可以看着耶稣基督的脚踪，跟随他一步一步走，你就会发现，你就学习到了破釜沉舟的决心。好，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蒙召的使徒需要的第二个品格，就是要坚持到底的毅力。我们在看以利亚跟以利沙之间的关系，以利沙是怎么跟随以利亚，就是一种锲而不舍、紧紧跟随的意念。当以利亚要升天的日子到了，以利亚知道那个日子，以利沙也知道，而且在周围所有的先知门徒都知道。但是他们中间跟以利沙有一个很大的分别，就是那些先知门徒知道了以利亚要离他们而去，他们就让他去吧。只有以利沙有一颗追求学习的心智，他心中充满了饥渴，所以他就跟着以利亚竭力的奔跑，从来不想停留下来。虽然以利亚3次拦他说：“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却坚决地说：“我指着永生的上帝，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绝不离开你。”所以他就是不顾一切要跟随到底，一直到上帝把以利亚接上去、接上天为止。那以利沙跟随他的师父以利亚都如此了，我们跟随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必须要坚持到底。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能够坚持当初的信念，始终不变，我们就是基督的同工了。信仰是一条永恒的道路，我们要存着盼望，坚持到底，这样才是耶稣基督的好门徒。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们看到以利沙跟以利亚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以利亚就问以利沙说：“在我被接去以前，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这师父想说：“我要离开了，那最后你希望我为你做什么？”以利沙说：“请把你的能力加倍给我，使我成为你的继承人。”和合本的圣经是翻译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以利亚说：“这是很难答应的要求，不过如果你看见我被接去，你就会得着，否则你就得不着。”我们会很奇怪，为什么一个老师会这样跟他讲？我们待会会来解释。但是这段话当中，我们可以有2个非常重要的学习。首先，第一个就是学习做学徒、做门徒。我们要用渴慕的心、
去求更大的恩赐。以利亚临去的时候，问他的徒弟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有的学者认为说，这边的加倍其实意思不是表示说他要比他的师傅更有能力，而是当时继承产业的长子可以得到双份的遗产所以他要接续以利亚的工作，好像长子继承父亲的产业一样，承续他的工作。但是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以利沙要求加倍的恩赐，是因为他知道他承担的责任是在这个乱世当中要挽回百姓的信仰，这么样的一个重责大任，所以他用渴慕的心祈求说：“愿加倍感动，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他知道他需要更多的力量。果然后来上帝也赐给他先知的权柄跟能力，他继承了他老师先知的职分。他后来完成的工作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我就会知道，其实不会比以利亚更少。一般来说，学生不能高过师傅了，但是属灵上面，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智，渴慕要更好。牧师曾经跟你们分享过，你要理解，就是我们第一代来到台湾宣教的宣教师们，他们都是当时世界一流的人才。那我们一代一代一代承接下来，今天牧师要告诉我们，我们不要成为败家子，台语叫做了不要惊。他们给我们这么多信仰的产业，我们不要把它败光了。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智，我们要承接前辈们他们所付出的心力，继续在这块福音的田园上面耕作，让更多人领受祝福。所以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心智，求上帝说：愿感动前辈的灵加倍感动我们，让我们好好的承担这样的责任，在这个世代当中宣传救人的福音。那不然就有愧于前辈他们的努力。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智。第二个部分，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看到做老师的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引导他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刚才提到过，当以利沙跟以利亚要求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的时候，以利亚回答说：这是很难答应的要求。为什么老师会对学生这样说呢？不是老师应该说没有问题，你要多少灵我都给你不是应该这样子吗？老师应该这样慷慨。事实上，以利亚在说明一件事情：感动我的灵不是我可以控制的，它是来自于上帝。如果上帝愿意给你，上帝就会成就。先知的职分是来自于上帝，是上帝亲自设立的，不是以利亚给他的。所以他把以利沙引到上帝的面前，让他领受上帝亲自的恩赐。所以以利亚在教导以利沙的过程当中，他不是向他的徒弟炫耀说他当时有多少丰功伟业，我当时在迦密山上去面对850个先知，我一个人面对他们，你看我多么厉害。他不是这样讲，他知道他能力的来源是来自于上帝，所以他把这个赐能力的上帝介绍给他的徒弟，把他的徒弟引到这个赐能力的上帝的面前，让他可以亲自领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利亚把以利沙引导到上帝面前，我们每一个做老师的也要有这样的心智，因为我们的信仰不是传承到我们这一代就结束了，我们还有下一代需要传承下去。我们也要这样子，把我们的下一代，信仰的下一代带到上帝的面前，让他亲自领受上帝所要赐给他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学习如何成为一个蒙召的学徒，期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最忠实的门徒。我们待会要与主同坐，
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智，我们求耶稣基督借着这个与他同桌，再一次跟我们有圣洁的交通，让我们充满信心，承接使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我们要为在座的弟兄姐妹祷告。我们知道我们在座有一些人内心充满了冲突、恐惧、挣扎，或者是有一些人罹患了疾病，深陷在痛苦当中。主，我们要奉你的名祝福这些人，求主与他们同在，你亲自安慰心里忧伤的，亲自医治身上有疾病的，你与他们同在，赐下丰盛的恩典。我们也恳求主，你保守眷顾我们在座所有弟兄姐妹，让我们领受你大能的恩典，活出有盼望的生命。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是守圣餐主日，我们要用使徒信经来做信仰告白。大家请起立。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大家请坐，我们一起来守圣餐。我们用敬虔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一起来恭守圣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属于他的教会，按照教会的规矩，就是已经接受过成人洗礼或是坚信你的弟兄姐妹，一同来恭守主的圣餐。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听主耶稣对凡归向他的人所说恩典的话。主耶稣基督这样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他安息。主耶稣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的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各位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使徒保罗所说的：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所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曾经拿起饼，祝谢来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吃完饼后，也照样拿起杯，说：这个杯是新约，用我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曾经拿起饼
来祝谢，所以我们照他的模式一起来感谢上帝。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现在我们遵照主耶稣基督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了纪念耶稣基督永远赎罪的祭。主啊，我们谦卑恳求你，此刻差遣圣灵将我们分别为圣，又分别这些摆在你面前的饼和葡萄汁为圣，让我们接受这些，借着我们的信心而分享你的身体和宝血，也因着你恩典的帮助，使我们在灵里得着培育，让我们的生命持续在你的恩典当中成长，用我们的生命来为你做见证，荣耀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用恭敬的心伸出我们的手来领受。楼上如果要领圣餐的，请到楼下来。
这是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我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一同来领受。主耶稣说，这个杯是新约，用基督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用恭敬的心来拿这个杯。好，楼上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要领圣餐，请我们麻烦你们到楼下来，为方便我们的进行。这个杯是新约，用主的血所设立的。我们每逢喝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一同来领受。你们每逢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你们同在。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全心感谢你，因着你极大的爱，让我们再次与你同桌，领受你的圣餐。让我们再一次明白你喜爱我们，保守我们。亲爱的主，我们谦卑的在你面前祈求，
当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自己当作活祭时，求你鉴察悦纳我们，同时求你以你的慈爱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持续这个圣洁的交通，从今之后能够更荣耀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请大家一起来奉献。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来做奉献的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让我们竭力活出爱完全的信仰，也打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明白你的话语，带领更多人走上正确的道路，过蒙福的人生，使我们都能成为传扬天国福音的见证人，得着救恩的荣耀。我们献上微薄金钱为圣工所用，求你悦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来关心教会事工，请打开周报第6页。第二，肢体关怀。本会会友陈基才姐妹之母陈杨淑英女士于3月28日安息主怀，定于4月14日本周三上午10点，在台北市立第2殡仪馆景仰楼2楼至善视厅举行追思礼拜，请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
恭喜本会会友赖正任、郑文新伉俪于4月6日喜获千金。愿上帝眷顾新生儿及全家。因为时间的关系，请大家自己看。我们请蔡牧师来欢迎来宾及牧养代祷。好，大家平安。我来介绍第一次来跟我们一起礼拜的弟兄姐妹。这边有，应该是卢真莹，还有曼平、曼玲哈，你们还有玉安哈，起来好，起立，他们从台南来。欢迎你们，欢迎你们，请坐。那其他有没有第一次来跟我们一起礼拜的弟兄姐妹？好，那牧师补充报告一点，就是说我们复活节结束了之后，所有的例行性的活动都继续进行啊，查经班等等很多装备的课程都有在继续进行，请大家特别注意这个时间，一起来参与啊。那这时候我们就一起起立来唱最后的祝福的歌曲。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与你们同在，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互相请安问候，愿上帝亲自赐福。